迎大家嚟到 Jackie 同 Hannah 嘅婚宴，喺度再一次介紹我自己，我係今日嘅大會司儀黃迪偉 David， 大家好。非常多謝大家俾我舞台上面嘅掌聲啊！但唔知陣間一對新人進場嘅時候，大家個掌聲同埋歡呼聲又會係點樣呢？非常之動聽，大家記住保持呢個嘅聲勢，因為你哋嘅掌聲、歡呼聲越大，就代表俾我哋一對嘅新人祝福越多。而喺度啦，都要謹代表雙方嘅主人家同一對新人，多謝大家今日喺百忙之中出席一對新人嘅婚宴。喺大家嘅見證之下，令到你今日嘅婚宴更加錦上添花同新色不少。而喺度要講翻我哋一對主角，一對新人喺緣分嘅牽引之下，佢哋嘅愛情故事係中學讀書嘅時候已經開始㗎啦。當時咧，佢哋係同班同學，面對公開考試，新娘子就主動幫新郎哥去補習，期望佢可以喺公開考試有個唔錯嘅成績。而一個補習嘅過程當中，佢哋嘅關係日漸增加。而當時新郎哥啦已經對新娘子有好感㗎啦。不過礙於嘅時機唔啱，所以當時咧未能夠喺埋一齊。當中學畢業咗之後啦，佢哋都有 keep 住聯絡，但都係朋友關係嘅啫。直至2016年，今次啦，月老終於將兩個嘅紅線拉埋一齊。喺嗰個時候，新娘子終於發現，原來終於喺對嘅時間遇上對嘅人，原來一直最適合自己嗰個就已經喺自己身邊。終於佢哋由朋友升華成為情侶，由2016年拍拖到今年2025年，足足9年。今日喺大家嘅見證之下，踏入人生嘅新階段。所以喺度，我哋一齊用熱烈嘅掌聲祝福一對新人，恩恩愛愛，甜甜蜜蜜，百年好合，永結同心。而除此之外，今日對新人非常之有心意，準備咗2份禮物送俾大家。第一份就係大家台面嘅小禮物，希望大家喺散席之後將呢份心意帶翻屋企，同你身邊嘅至親至愛分享。第二份就係一對新人準備咗段精華片段，當中記錄咗佢哋生活嘅點點滴滴，而家請大家細心欣賞。